春节的假期吼，对顶礼拜日，到即个礼拜日，大家伫即个拜三吼，有留伫咱教会，伫咱台南的，咱拢有来做伙来感恩礼拜。事实今仔日嘛是算感恩礼拜第2场就对啦吼，因为有诶真侪兄弟出外旅游，即2天就倒转来到厝啊，准备明仔载吼，各行各业要开工啊吼，所以永远是伫春节诶即个气氛中间，咱甲隔壁来请安者讲。新春恭喜，恩典满满，好无？来，甲隔壁祝福一下。感谢主啦吼，咱即摆吼，世界各国吼，即个假期会当像安尼休过到即个愈来愈少啊。因为即摆现代吼，迄个社会变动足紧吼，所以咱还佫有留落咱台湾诶。古老的民俗吼，这是真难得吼，真难得。毋过2000多万人当时休困嘛，是一个头疼的代志啦，吼，因为迄个设施啦、观光点一定是客满满，所以逐个人开车甘愿在高速公路顶咧塞车。毋过迄种无方便吼，即个过正的气氛就小可来甲伊拍消去啊。这嘛是咱台湾人一个。真趣味的情景就对，总是感谢主，咱真侪兄弟会当休困旅游团圆，会当搁倒转来教会敬拜上帝。咱要做伙来用主的话来互相勉励，伫新春的中间，咱大声来祈祷，才来学分享。主，阮的上帝真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互阮伫过程了后，最后第一个主日，也是阮休假的最后一日。阮搁一遍组织伫圣殿，大家要通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彼此学习甲鼓励。愿你的话诚侪美好的即个引带，诚侪阮的快乐甲帮赞。伫你面前互分享的，大家拢彼此伫着造就。感谢祈祷，我搁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即个主题叫做经做有福的园啦吼。因为即个园吼。咱台湾话即个电吼，较少人直接讲。咱教会有一个中电兄，咱叫做中电兄，名吼就有咧讲电啦。是讲姓，咱有一个兄弟叫做姓电的吼。咱的田世东叫做姓电。但是咱普通即个电，咱无咧直接讲电，咱讲是园，吼，无讲田园吼。这是咱台语的一个特色就对啦。但是咱要讲即个，就是讲。咱知影，即字福，即字吼，真有意思。用即字福做咱的出发点，咱伫即个新春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所有的各行各业，咱毋茫讲咱伫基督徒的信仰，咱所经做的，咱所种做的，春天要到，雨水一个来，咱的田园就开始要种做。那种做是毋是会当得到好的收成，咱毋知，因为。天气变化，年冬好歹，拢是毋是咱所控制得了的。但是基督徒，若是你是要经做心的园啦，即个心中即个园，咱要安怎经做有福的园？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事。意思是，咱现实的田园，咱都要用足最好的方法，农夫做事人，好好来经做，咱。做基督徒的信仰，咱要安怎来经做迄个有得到祝福信仰的园？这是真重要的吼。咱一段经文，我会记得咱最近这3、4摆的聚会，牧师拢有用《申命记》。咱这《申命记》是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真多的教示甲命令，互这以色列百姓，因为因出来埃及，侪人也毋是真清楚上帝的教示，所以对10条诫。对这种的诫命，就伫遮来颁布。但是中间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宗旨，就是讲，恁若是遵探上帝、上主、上帝的诫命，这是一个起头就对啦。意思讲，一切好、一切恩典、一切祝福、一切的领受吼，是用遵守上帝的诫命做开始的。所以咱伫这段经文18章1节到8节吼。头前有2句吼，拢安尼重复安尼讲。伊讲，恁若真正听喊上主，恁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诫命，
安尼，恁若遵行，若遵守，才会改命。上帝祝福讲，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下万国搁较强盛。即个强盛吼，的第一原因，毋是恁家己偌有拍拼，恁偌强，啊恁偌有势力，恁偌聪明，是讲恁有遵守听叹上帝的话。第20嘛，搁一遍重复，恁若听叹上主，恁的上帝的话，伊讲，这个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你。安尼，咱通对开宗明义啦吼，咱要来耕做一区有福气的田，也是讲即个田地、即个田园，要咱有领受福气，那伫信仰的顶面，伫咱生命的田园，咱就是爱尊叹上主、上帝的话。伊讲安尼，即个福气就会丰丰富富临到恁吼。啊，咱的经查咱等下咱搁做中学习啦吼。咱知影福即字吼，是一个口，啊，搁加一个园啦。但是口甲园即一口田，啊，倒边迄是啥物啊？迄是一个祈祷，吼，这是神的即个字边嘛吼，一个士字旁，迄就是一个敬畏。啊，所以敬畏的人要得到一口福气的田，叫做田，啊，叫做福安尼。啊，这个中国字吼真趣味，这字田吼，伫春秋战国的时代就是安尼，这个造型就是安尼啊，吼，这个造型你若甲查吼，像古早这拢是古早字就对了，啊伊甲拓印出来，迄个田就是安尼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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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。嘛有诶，古早字是毋若4口尔吼，佮6口诶，后6口诶安尼。啊，总共就是讲，即个典字吼，从古早字到现今，拢继续保持即款诶即个外形的。就咱知影讲，啊，中国字是象形文字嘛，吼，迄字，互你看出迄个意思，大概要甲实际形象有点仔相像就对啦吼。但是你若搁较研究落去吼，即个典字吼。也是这字田吼，伊是讲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哦。伊讲是正，即五国的合家，就是讲正有经过正做的，迄叫做田呐。啊，所以你若去外面哦，啊一片红布野草，迄毋是叫做田。啊，所以已经经做的才叫做田。安尼表示爱加上人的气力、人的努力。当然，咱知影讲现在真侪所在。那咱台湾是拢会种做的拢差不多啊啦吼，人多嘛，啊有的国家吼土地真宽，啊真四散，所以呢有真侪风暴野外拢毋捌开垦过，迄毋是叫做田，田是经过耕作过，正五国的，啊那安尼表示讲，咱要一个田会当有福气的田，爱经过人的拍拼，人的耕作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听到我的阿嬷讲吼，我阿嬷吼，阮伫迄个岛厝啊，都无偌大啦吼，啊对即庄过来即庄，啊就算诚远啊啦吼。啊伊讲伊过来吼，来先做工课，做啥物呢？伊对遮个小姑啦吼，啊对遮个同事啊吼，拢都爱去。家己所属的吼，即个家族啊所属的啊，一块地小细块地哦，毋是像咱台湾咧讲几分地、几甲地无啦，啊，就迄山、迄个石头地啦吼，啊，迄个山坡啦，啊，就一点啊，啊，就往种做，拢种迄大娘就对啦吼。啊，因当初时毋是讲干那要种做啦，听，逐个人拢一支吼，迄个乌骨啊吼，做啥物工课呢？去乌石头。因为阮遐吼根本都无啥物人个沙坡吼，也是讲大水来啊，用我土来足肥啦，拢是内面拢石头，啊，你来甲石头捡起来、挖起来，啊，然后才有小可一点仔沙土伫遐通种做安尼。啊，我阿嬷讲，伊少年时代就是对遮个啊遮个家庭个人，逐个去挖甲啊勉强，迄个石头拢捡起来啊，较有一点仔土通种做。即土豆啦、啊番麦啦、吼、啊高粱啦、吼番薯啦，安尼大概是安尼。
啊，所以一躯田会当受种做，迄毋知经过人家一个干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嘛听见遐足侪诗人咧写诗吼，啊，一句话讲汗滴禾下土安尼，吼，就讲咱的汗吼滴落去土内底，啊，真奇妙就是讲，看起来这无啥物关联，啊，不过咱会发觉讲，农夫流汗滴落去田园，即个田园要收成要种作，迄是真奇妙的一个过程啦。咱嘛知影这土吼看起来都无啥物款有啥物有价值的所在，但是吼足侪物件你若无种落去土内，就袂生呢。啊，这果子，这五谷，啊，这稻啊，这麦你无伫土内就种袂起来。啊，所以上帝吼，甲迄个咱看做上界粗俗的物件，但是却是咱生命上珍贵的来源。甚至上帝用土来做人。啊，所以咱对土是安遐尔啊有即个尊敬的心，就是安尼，毋通甲即个乡土把破坏去，毋通甲咱的田园污染去。啊，这是做世人吼上大一个，会感觉讲上大上价值的所在。啊，咱过诚时啊，通常拢会亲情50拢来啦吼，啊，拢会相找啦，啊，讲话啊，有时拢会讲过去安尼。啊，我嘛捌听到咱节目师的兄哥啦，伊咧讲伊80几年前啊，伊的爸爸啊，佮伊的阿公，等于到现在即个故乡的所在，啊，遐个田园安尼，原来是拍园啊，慢慢啊种作，啊，通有一块啊园通种作，啊，通安尼至少会通到200，安尼就是感恩啊，是对无到有啦。啊，是咱亲像咱即摆咱即个春节吼，过正的即个家庭礼拜的资料，讲耶和华以勒所赏赐的，耶和华准备的，耶和华备办的。啊，所以我嘛感受着讲，即个田园吼，对伫现在人可能无啥物感情啦，都一区园伫遐。但是若是对一个做事人，迄实是亲像宝贝共款。所以我有感觉就讲，除了我的阿嬷以外，我嘛感受到咱节目师的爸爸吼。若要讲起来，伊一世人就是伫因家庭去区园，逐日拢去巡，逐日拢去行。每一个角落啊，每一个所在，倒位拢看了，因为一遍搁一遍，一年过一年，一季搁一季，迄区园就是伊的工作场，迄是何等，互人感觉讲，迄个生命的流露，甲一区田园的感情，迄实是足互人真感动啦。啊那田园是咱食物营养的来源。安尼，咱自古以来，咱就是有一个真大的恩典，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咱来种一区有福的园，会晓种一区有福的园。即个有福的园，亲像箴言10章22节所甲咱讲的，讲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互人富足，并无加上忧虑。台语的圣经讲，上主赐的福气，互人富足，内面无掺忧苦。这是咱要种做即句有福气的园内底第一项，咱是有富足，总是无掺着忧苦。过来，咱嘛知影耶稣的登山宝训吼，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咱知影伫马太福音5章啦，30到10节有8福8福啊。伊拢用福做开始，但迄个福毋是突然间走出来，就亲像我的阿嬷去乌迄个石碣地乌土骹，亲像乔木斯的爸爸安尼，一再去区园啊去耕作，迄个福气毋是白白来的，你都要认真去耕耘就对，认真去种植就对。所以耶稣讲的8福是对福开始。是证明上帝儿女确实有福的，咱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的儿女啦吼。这个福，咱读圣经拢读会到，我小可甲带过。伊讲，第一，这是中文的吼，就是讲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。第二，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。
第三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第四，咬喙焦、翕木鱼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足。第五，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受怜悯。第六，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第七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第八，为义受困逼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咧讲即个福气，拢头前带着一个条件，带着一个条件，心内爽向、柔顺的人、温柔的人、互人和睦的人、为义受逼的人，迄就亲像咱讲啊，我要做神毋是坐伫遐，咱讲看天田啦，也是迄个农夫坐伫迄树仔骹，伫遐销粮，安尼园啊就自然甲你种起来。你若无流汗，你若要伫炎日的中间，伫落雨的中间，你无去园啊去遐种作，你就无法看见收成。咱的主耶稣用即个八福咧提醒咱，咱爱付出真多对上帝来的呼召，啊，亲像咱《申命记》28章内面所讲的，咱真正听咱上主咱上帝的话，遵行伊一切所行的。伊的命令啊，所以意思是，即个园啊，你毋是伫遐放伊家己自然自生自灭，是因为你有咧耕作，有咧设计，有咧致意努力。啊，所以伫圣经的内面嘛，记载真多上帝赐福互伊的儿女的故事啦。啊，咱小可调一就真多吼，亲像创世纪开始就记载上帝做人，将人放伫水的爱甸农的中间，这就是一个祝福。第二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因为疼，啊，所以将上水的恩典来赏赐互伊。约瑟，互人袂去埃及，看起来是经过真侪苦难，总是咒诅化作祝福。但以理受逼离开家己的国家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，真做即个国家伟大的人，而且真做拯救伊的民族，啊，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伫国外，互人做奴隶的人，却变做救伊的百姓的一个人。第五，出来记记载上帝看顾伊的百姓，经历水火，毋惊灾害，变做是喜乐、自由、幸福的百姓。这侪拢是咧记载，这百姓安怎经历上帝的祝福，啊，是因为因欢喜军队主见了你上帝。啊，所以基督徒伫即个社会，咱看见逐个人嘛咧求福气，过正时啊，哇，咱会看见新闻对头报到尾就对啦。逐项的祝福，逐个嘛烧钱要钱，啊，有诶庙事啊讲啊，迄个分遐的侪什物求福金啦，什物金，逐个烧钱甲抢甲，表示逐个人的心性拢是安尼啦。什物人无需要福气咧？但是基督徒所求的，毋是迄款烧抢的、抢夺的、送抢头的，毋是，是因为你欢喜军队，欢喜遵守主的诫命，即个福气才会久久长长，而且毋是甲人相济，因为迄是上帝要互你的。新年，新的工要开始啊！咱期待咱逐个人做伙对即段诗篇来得到学习。新年新希望甲祝福。拄则咱的师会有带咱读即个启示文17篇啊，啊，其实启示文17篇就是诗篇65篇，咱中间有真侪水的应允啊，咱用即个来三甲学习。第一，新年的祝福讲，你要迎接丰收啦。诗篇65篇的第9节，讲你眷顾地降落啊，即个透雨，互大地肥个水，上帝河满水，互你即个眷乐通为人准备五谷。啊，即段话咱因为台语咧读较无顺，咱若照台语来读是安尼写。伊讲你眷顾土地，落雨眷乐，互土地真肥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按时准备土地，降金五谷。咱拄仔毋是咧讲一区园啊，爱人落去拍拼耕作嘛，爱甲石头捡起来，爱甲遐园啊，拢爱迄土拢爱
掘互伊松，犁互伊松，肥料爱有够，吼，种种的努力，但是不一定会收成呢。65篇第9节是咧讲，上帝眷顾土地，落雨灌落，互地真肥，这是上帝的祝福啦。应允讲上帝河水满满，然后讲安尼准备土地降进5谷，这是咱要得到福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二，诗篇65篇的第11节，伊讲你用温殿做年回冠冕，你的路径拢滴落油，吼。这个经节嘛同款，现代台语讲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，你经过路拢有油在滴。丰收表示四季拢真和谐，田园无拄着风台，也是虫害，也是水无够，拢会当充足。讲你就变做年冬的王冠。所以咱知影讲，现在阮住民因拢要伫即个丰收的时阵来做丰年祭，表示讲迄个毋是人家己会当掌握100%，所以用感恩的心来变一个祭祀，来献上感谢，望来年犹原会当丰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无望你一年现在人虽然毋是伫园咧种作，但是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，也是你的生理，你伫公司咧服务，同款亲是咧经做一句田嘛。这句田，你敢无望你是丰收做年冬的王冠嘛？你的路经过路拢油咧地，表示讲真富裕真丰富吼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讲是要丰收；第二项是要望下面，要望主来恩待，来下面咱一切的罪过甲错误。拄则咱索隆长老咧带咱会前的祈祷的时阵，头前拢真强调讲，咱大家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，互上帝赦免咱的罪，除去咱的阻碍，咱人一切归入上帝。好像迄就是田园内底的石头啦，迄亲像咱迄个水吼无通啦，田园吼欠水啦，亲像田园内底吼，若有遐个虫伫遐，有遐个无好的米伫迄个所在，你看怎种作拢袂水的，田园拢袂水的。所以真多上帝除去咱一切的阻碍，就是要一区有福气的田的这个重要性。诗篇第103篇讲，伊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病。已经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赦免咱的罪真重要。一句田园，你若无除去遐个罪无好的因素，咱较侪努力都拢无效。第句圣经安尼讲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一切的病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夸冠赐互你。兄弟姊妹。咱基督徒是安要认罪，毋是咧讲拢家己看无家己真软弱，毋是，是因为你知影咱人的血气常常会犯着上帝所无欢喜的。当咱伫主的面前认罪，上帝会赦免了后，你真罪，咱亲像讲血路拍通的共款，亲像水路拍通共款，亲像田园遐无好的物件，拢互你清除清去了。我咧讲，阮故乡迄种足夹的土地吼，阮遐个庄卡遐个兄亲人吼，毋若是乌石头若定，你乌石头捡大粒的都捡会起来，但是吼，就爱去摕迄种有迄个网迄胎啊吼，较粗的胎啊，甲规个乌起来头拢倒落去顶悬，就遐摇，互迄个土粉吼落落去，迄较小可细粒的石头，赶紧摕去外面，无你种作吼都袂水袂好看。所以咱人要种一区有福气的田，也是爱常常除去遐一切阻碍。有真侪人讲牧师
感觉讲吼，上帝拢无听我祈祷拢上帝拢无要听安尼。有时我嘛毋知影甲你回答，但是有其中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讲，上帝啊，是毋是我有得罪你的所在？是毋是我所讲、所行、所做，我的心思意念有互上帝你无欢喜？地数阻挡了迄个福气的通透，这是咱基督徒一个上基本的生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咱知影犹太人因逐摆拢爱有赎罪祭。有祭司为着遮个百姓献上祭祀，讲上帝赦免咱所犯的罪，所做一切不义有时所想的、所讲的、所做的，以及咱家己的罪的肉体软弱，拢伫上帝的怜悯的下面，将遮个罪过拢除去。所以圣经内面真侪咧强调，咱有病痛。常常嘛，甲咱的罪有关系。毋是讲咱做啥物歹代志啦，是咱家己的软弱，家己甲上帝关系无够所以伊讲，上帝是赦罪甲医病是连做伙。上帝讲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一切病，然后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然后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收赐予你。第三，咱要享受上帝的富足。咱基督徒，所以富足毋是炫富，毋是讲甲人安尼表达讲我比人安尼较有钱较好个。富足的意思是心灵的富足，也是我物质的无欠缺。诗篇103篇第5节，伊讲伊用水的米，互你足你的愿会通知足，你到亲像鹰鸟欢乐欢同吼。咱的即个周培大纲迄个字写毋对去吼。亲像鹰鸟啦吼，现代台语较好读，伊讲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勇壮。现实话，这嘛是诗篇103篇所互咱上帝应允，伊用逐款的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现实话，咱世间除了要面对一切苦难挑战、一切困难以外，咱世间人敢毋是要求福气嘛？上帝已经甲福气备办好啊，互咱讲一世人一世人逐款的好物，一世人拢要互你。如果要互你恢复亲像少年遐尼勇壮，这上帝的福气，你要世间去追求的，你较侪嘛是遮尔。上帝拢讲我甲你备办好，甲你备办好。所以咱嘛会当对今仔日的经节内底看见讲。上帝从来无讲留遐个物件无爱互伊的儿女啦，这个话是反装句吼。上帝是爱要甲所有好物留互伊的儿女就对。伊讲上帝从不留美物不给儿女，不留不给就是买嘛。28章118节，咱看见遮个经节会通得到真好的即个应允甲学习啦吼。伊讲咱所有拥有福气是来对上帝的同在。就亲像彼得咧掠鱼，伊顺探上帝指示，将网拍伫最深的所在。顺探，咱真侪人家己的生活中间有真侪选择，比如讲我即个头路、即个工作，我即个店面，我即个学业的选择。真侪人当然有家己真好，咱讲做功课啦吼，去研究即个行业即个安怎，但是常常无法当100%。但是，当你家己有即款即个稳定的时阵，讲上帝，我尊叹你，上帝应允是上水的。足侪人拢会晓人追求上帝的意思、上帝的旨意，因为顺叹有时看表面上好亲像，甲你的看淡无啥相像，但是只有顺叹上帝的祝福，要伫最深的所在，因为彼得。甲耶稣讲，阮规暝拢掠无鱼啊，照我经验都无啊。毋过照你的话，我就安尼做。耶稣讲，你去最深的所在。彼得因去到最深的所在，讲鱼啊，规网的鱼啊，佫足重网强强要离啦。所以即个用一个有经验的掠鱼人，都想袂到的嘛。但是上帝若要互你吼。你较想无的，都要有安尼。
拥有上帝同在，就会丰收啦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有上帝同在什么意思？爱常常来亲近咱的上帝，向上帝求讨，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一个基督徒，伊要领受到这个祝福，咱讲亲像这个二等的免流吼，你毋是伫遐白白来，是因为你甲上帝有亲近的关系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即个咱110到80内底有几啊项吼，伊讲伊要互恁比天的任何国家更较强大，就是讲要互伊的百姓超过万民之上啦，互因伫世上的人的中间得到尊荣。一个国家强大啊，即个国民会感觉真有荣耀感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咱台湾人吼，这几十年来拢活伫一个足无确定的中间，因为咱国际政治吼，就安尼足矛盾就对啦吼。邦交的国家也无几国啦吼，佮对面的中国吼，定甲你吵，甲你闹。有一站咱台湾人足无自信，你敢知影？吼，感觉讲台湾人吼，出去拢毋敢讲我是台湾来安尼啊。但是因为咱台湾人大家拍拼嘛，认真嘛，勇敢嘛，所以咱的产业愈来愈发达吼，经济嘛愈来愈好，而且这个新冠疫情吼，咱控制了真好，世界大人对咱刮目相看。即马咱足侪人吼，台湾人出去吼，拢嘛敢讲我是台湾来，嘿，人甲你讲你是中国来，是毋？讲毋是哦，因为你惊互误会啊，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吼，对台湾人是足欢迎的。咱台湾的护照吼，100几国拢要接受，无邦交人要甲你接受，因为人看重你嘛。所以上帝互咱台湾诚做一个比天下任何国家搁强大。咱小小一个小岛吼，2000多万人，伫世界比起来吼，前50名的呢。咱毋通看轻家己，这嘛是咱大家拍拼的结果。这是上帝的祝福，这咱家己经历会到。伊佫讲，上主要赐福互恁的城镇甲田园啦。若是要互恁国家有尊荣，你的田园甲城镇也要复兴。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赐福互城市乡村甲田园安尼。第三，上主要赐福互恁多子多孙，五谷丰收，牛羊济济吼。就亲像讲生养众多啦，遍满地面，家族甲产业的丰盛。上帝赐福，过来，伊讲上主要互恁这个五谷的，佫高米粉的，这个器具拢蒙福。意思这是你的食食的功夫就对啦。你厝呢的灶骹吼，拢丰丰富富安尼，生活得到饱足，物资爱真充足。咱台湾吼，以早咱也物资欠缺的时阵吼，阮囡仔时代，也是讲比我较年纪较大的兄弟，特别住伫庄骹，一年吼要食到几遍的迄个大风吼，迄是足难得的呢。所以到过正的时阵吼，才有人抬一只鸡，无就买一支猪骹来控安尼。即嘛毋是咱台湾吼，是等到过正时毋通食伤好，因为吼营养伤丰富吼。咱选择颠倒饼就对啦，颠倒饼。连到过正时吼，食迄安尼简单的较好食，因为营养平衡是拢有所以物资丰富，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你看，逐项拢无欠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过来，伊讲上主要互你出入拢平安，事事蒙福。伊这经节吼足趣味，这段经节足侪人爱引用啦吼。伊讲要互你打败前来攻击的对敌。对一个方向来攻击，要四面八方来逃走。咱台语的圣经写了，甲原来旧的和合本写了足相像吼。讲因要对一条路来攻击，要伫恁的面前对7条路逃走。一条路攻击是表示伊势力足好嘛，像咱一支箭要甲你攻破，失败吼，落荒而逃啦，7条路走。表示讲对敌较偌勇吼，当有上帝甲你同在，对敌要对7条路来逃走。咱台湾人面对着
对面的攻击，你有即款的信心无？对一条路来攻击，要对7条路来逃走。台湾人若无即款的信心咱虽然物质富裕丰盛啦，毋过你就会惊呢，惊讲毋知啥物时阵对敌要来啊。咱有迄个自信甲勇敢，讲敬畏上主，出入平安。对一条路来攻击，要对7条路来逃走，迄毋是人所做会到，是上帝的应允甲怜悯。所以咱讲爱为着国家来求福气，为着社安来求福气。还佫有遮经节，伊写讲，伫你的库房内底，你手所办一切，伫世上耶和华福气要临到你。佫来，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伫你所予你的土地赐福予你。兄弟姊妹，最后我讲，安尼咱要建造即区有福气的田啊，有几项的建议，有几项的学习。我真期待咱伫新的一年，大家做伙用着即个，成做咱一个拍拼努力的目标。咱伫生命中爱拥有上帝美好的特质啦。你遵趁伊的命令，就是甲主相同行嘛。有啥物款的做法会通互咱甲上帝亲近，领受即款的福气呢？第一，常常祈祷，将一切忧虑来放伫上帝遮，因为伊顾念咱。第二，你爱慕伊啦，上帝甲爱慕伊的人同徛起，并且对伊显现。伊是讲我听上帝，常常祈祷上帝。第三，默想上帝奇妙的神迹，伫生命中所领受的恩典。倾听就是听主的话，安静用心倾听圣神对咱所讲的。咱的良知会受感动改变，来催逼咱听顺服圣神的教导，咱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。过来，常常跟对伊，才着圣经的教示，生活中间遵行上帝的话，就会蒙福气。第二部分是讲，你爱会晓讲起上帝的恩典，亲像用你的生命在解释这个圣经，证明上帝会当用大能的手来改变咱。所以咱教会常常会伫这个带导团队会同工来做见证。有兄弟姊妹爱将伊家己的事伫小组内底做见证。我看见伫小组内底做见证的，迄比率是足悬，因为逐礼拜拢咧聚会嘛，一寡小代志嘛咧见证，一寡感恩的事拢咧讲起，常常讲就是表示圣经的话真正有显露伫我的生命中。过来，咱基督徒爱行伫光明的中间，咱要有使徒的特质，就是咱活伫日头下面。咱人讲仰不愧于天呐，俯不愧于人，就是我坦荡荡，无迄个阴沉，也是暗坎，互人感觉讲你安尼足歹捉摸的。咱现代台湾的政治上互咱感觉艰苦的，就是讲台面讲一段话下面做的拢无共款，公然讲白贼，伊讲政治是高明的骗术。大家拢已经感觉足自然的这就是我得到权力、得到利益的办法，拢无家己迄良知，通去看去真实。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一个政治者，若无诚实，一切拢是假的，拢无有第二句话通讲。伫国外有真侪的政治人物，因为伊有一个白贼，也是一个错误，就引咎辞职就下台但台湾毋是。你愈做毋对，你愈搞伪术来讲我家己是正确的，是无毋对的。这是咱台湾受到即款无好的伦理价值上大的困境，已经无一个真理，甲一个上帝正义、上帝公义伫咱中间。所以基督徒爱活伫光明的中间，活伫光明的内面。上帝同在，就是活伫光明内底。当咱有上帝同在，你会感觉讲我甚至暂时的委屈、暂时的失败，并毋是完全的失败，因为上帝要甲你治地。过来，咱来活伫信心的内面，相信上帝随时甲咱同行，向上帝尊荣、喜乐、光明来活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种的事，
当然无逐项咱大家拢记甲会牢，但是简单来讲就是，亲像《申命记》28章13讲，你若真正尊叹上主、上帝的话，遵行我今日所命令你一切诫命。今日只会愿咱大家伫新的一年中间有新的祝福，愿上帝将伊做更较侪恩典福分，加添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事业、伫咱的教会、伫咱的国家的中间。所以伫新年开始，过正吼，咱做事人足敏感的，亲像讲即2天寒流要来，过来会落雨，落雨吼，哇，迄春雨是足宝贵的呢。水一个润泽土地吼，时间一个到就赶紧来野种啊呢。我印象真深，我细汉的阵吼。冬天即个时间拄啊上寒的时阵啦，有时啊，我的老母吼，我拄着讲哇过正吼落雨来吼，啊袂记你通要佚佗休困啊，赶紧透早就去园啊，赶紧要野种啊，因为吼，迄个水足欠缺，有雨水，阮遐也无啥物溪流拢无啦，拢是靠天落雨啦，啊所以水一个来吼，人就叫起来啊。冷叽叽嘛是照常园啊，就开始落落去啊，爱赶紧野种落去，啊若无等后处雨来，袂赴通润泽土地，安尼要迄个种子就袂发演啊。啊，所以咱兄弟姊妹，咱伫生命中间有即区有福的田，咱就好好来家耕作。上帝互咱啊，绝对袂互咱吃亏就对啦，因为上帝讲要互你的田园啊。有丰收，有丰盛，互你的园水满满，互你的田园拢亲像有油得滴。上帝祝福就要伫咱中间。愿今仔日的经节，诚做咱一年开始的一个指标，甲准绳，咱做伙往即个有福气的田来种作。真期待到年冬的免流来的时阵，讲啊，感谢主，我。有形的事业是得到福气的事业工作，啊，我即个心灵的田园嘛，真正丰收，真正领受祝福。愿主将这款福气赏赐予咱，咱要吟首诗歌来做祈祷。这首诗歌是对主的人有幸福，咱用这首诗来诚侪咱的回应，啊，咱要做来讲道。